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地球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问题嘛越来越被人重视。一般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里边用省水、省电来保护地球，但是有一群人以生的职业来保护一块土地，还有一块土地上面的物种。我哋今日欢迎到来宾，来自我哋台湾资本家生态保育协会的金山。有了同人讲，应用我去做全职的志工的故事，我哋马上来欢迎我哋的金山。金山欢迎。下面我哋咧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系咧金山我喺睇面咯，我今就喺做咧农业嘅保育工作其实我认识金山已經幾久啊其實喺佢我哋嘅沙灘認識金山咧。其實我記得金山其實喺我參加我哋咧賞鳥嘅一啲課程嘅一啲朋友那做乜喺保育個開始關心我哋咧農業嘅應該就講其實特別就喺上下啦，我哋面農本來就係農業嘅嗰度嘅地方因為喺都市中生活嘅下嚟就不用加個上過去上下，喺某度。去白人講，去行人講，行人講就睇咧個珍惜嘅東西就雕喺個度咩，所以就去參加沙灘嘅雕嘅課程。老師帶人去看雕嘅，唔係講每擺出去攏看得到雕嘅，冇看到雕嘅就看農業嘅咩，因為真是從很細到近，喺我心目中大概就是農業嘅。一件事情一直磨滅不去，因為我生活當中就係農業嘅，所以白人講北球嘅就去看農業嘅，安尼，所以球嘅咯就讀到我哋咧台灣蝴蝶保育學會嘅志工因為人佢下會去美農做農業府嘅農業嘅調查，因為嗰時節安尼農業府要做水庫咩，所以如果到安尼咧外圍嘅朋友揾入來。同人做調查啦，介紹一個環境啦，我就去農業蝴蝶嘅看調嘅，就讀到，佢係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的志工們，同我講其實我哋美農農業府以外隔壁嘅苗林，係喺嗰度農業嘅地方，我哋今天做我哋咧紫斑蝶嘅保育志工，所以就講剛才係安全咧，佢可以報名參加一個培訓課程。所以我喺民國94年開始就認批做農業嘅調查嘅工作，咁你頭先有講，你係一個志工，係嘛？但係志工以這個本身要做嘅工作嘅內容，太陽係乜嘅咯？農業嘅部分就分兩個方面，第一咧美農嘅農業蝴蝶嘅黃色嘅蛋黃蝶，第二部分就苗林冬天嘅烏色嘅紫斑蝶。那一兩種農業其實攏個貼片，像美農嘅蛋黃蝶嚟講，因為有減水庫，一個農業府按到10年下來就一直受到我哋全國嘅民眾嘅關心，到底要變水庫，也要維持農業府嘅情形。那另外咧苗林咯，伊嘛個貼片，伊係咧全世界兩種會遷移去過冬嘅農業。一個台灣的紫蝶，有骨的紫斑蝶，另外一個係咧美國飛到墨西哥的帝王斑蝶。所以因為我接受農業，所以就嗰度像學校啦、學術團體啦、報社媒體記者，我哋看只要是了解農業的東西，都會搶出去填書。另外一方面嘛，就講其實也按照10年以來，其實台灣的環境一直在改變。其實農業的議題嘛，受到較高的關心。譬如講，睇到主持人開始講嘅全球暖化，加農業下過來也個過冬冇咯。春天都唔落雨，加所以我哋農業府農業嘅很容易生發，諸如此類的。其實環境的變遷對於農業嚟講，係你最後拿來做環境教育的一個東西。嗰時就變成講，開始關心自家嘅故鄉，然後關心自家故鄉嘅我哋咧蛋黃蝶，然後我哋咧紫斑蝶以後，你都發現講，其實一兩個蝴蝶，我哋講農業嘅，其實同我哋嘅生態，同我哋講嘅而家整個世界嘅環境，其實係息息相關的。但都有同我講，而家係個全職志工，
嘿，一全职志工同一般的志工，伊也嘅工作内容，我还是讲伊也自家本身的工作嘅方向有乜嘅唔同樣啊？應該按嚟講啦，就講其實我同一個農業嘅工作，做我有興趣嘅工作安尼。而一個工作可能冇薪水嘅，因為我對農業嘅各有興趣，所以我很熱衷投入這個熱忱在農業嘅地方。所以有關於黃蝶翠谷嘅東西，喺某處苗林嘅議題，我攞出來。也就去講是志願服務的啦。那一般來講，像美容的部分，可能美容的愛上消費以及沒有邀請那個媒體來學術團體或是外國團體要來參訪，有需要農業的相關的導覽的話，你就會收緊愛出來提供服務。一個工作可能冇薪水的，可能就是為民服務啦，可以這麼講。因為我哋上下來講只是我哋上下佢落實一點就講有關於很多很專業的東西攏請唔到人，因為他講攏只有去都市地方去。像我哋是佢隔於上下的省份，所以我哋就留喺上下。那另外一片苗林嚟講咯，因為而家用要喺冬天咧，冬天因為我哋冬天的紫斑蝶本按呢我給人評鑑為一個來台灣看用亞貝的一個賞蝶聖地。所以苗林的部分，我時常我覺得來自我嘅的人安尼，我就提做導覽解說志工，所以有需要講我用亞貝的生態導覽方面的志工，也就會派我出來安尼。有啲位學術團體呢，因為也學校愛上課，所以就用環境教育的名義入來。剛剛就提服務，按環境教育來申請，我哋被派出去就會有微薄的講師費，還冇其他攏是義務性質。一般來講，我即個剛剛講我鼓勵上我對生態很有熱忱，所以我就會做一種工作。其實同屬於冇乜嘅直接關係啦，就是我的熱忱這樣子。嗰時候其實要全職，你自己對你自己的期許呢？對不對？你這個因為講把要所有的時間來投入到一片，因為志工我哋講可能擺到自己有擺的時間，我能希望你講有乜個調查的時間，我能過去天數調查。但是你全職志工等於你講你這個期許，你真的是要把所有的心力都不用聽我哋那用入的紫斑蝶、單黃蝶那些調查上面，所以你這個還4年一做。一件事情，希望講擺到最好的東西，還把可以留給我哋下一代的一種期許。錯。看，從頭你聽我講我哋紫斑蝶，其實我哋的紫斑蝶，我基本上同我講，原來我紫斑蝶係對來南部過冬，是不是？你喺邊同我睇個介紹講，我哋紫斑蝶，其實我哋喺苗栗有看到紫斑蝶，伊係對那來嘅，它又有分幾多種，好唔好？好，嗱，我哋看一張相片一種相片就冬天來苗林過冬的紫斑蝶，其實就有的啦一種用葉貝同我哋美容的單黃蝶冇相同，一種用葉貝我看到個泰拳冬天，我哋美容的單黃蝶適中的幾下嘅5月的時間，所以一兩種用葉貝攏各有名，一兩種用葉貝其實也可以觀賞的時間係冇相同的一種用葉貝其實以本來就係熱帶的蝴蝶，以全世界分布從南回歸線往北到赤道，再往北到北回歸線。可能北回歸線都經過嘉義草帽，所以一種用葉貝呢，喺全世界來講，台灣可能以分布為最北的所在。嘉義以北的用葉貝以喺秋天嘅下位，伊就會談論東北季風。慢慢的比到南部，我請南部的溫暖的山谷地方的群居，群居在山谷裡面，就安尼，伊啲就會食茶，食西花蜜，山櫻桃，就安尼咧，如果睇茂林的關係是，比如講，基本有伊嘅我哋講即個嘅植物，還是講係伊啲溫土嘅關係啊？應該安尼講啦，就講一種用葉貝其實伊就北部太南。伊就喺南部，安尼邊就創嘅。因為我哋南部呢，
嘉义、台南的低海拔山区刚刚弄汉人的土地，可能汉人的土地不是蛮可以看建设喷除臭机工作咩都一种事情就会对农业来讲是一种干扰，所以今一种农业伊拢会提我们所谓的原住民保留区底部大量的群聚像来今日一种咯，你看一种农业也看咩找迄个树叶的一种迄个农业体验提树的地部，伊看起来就像找迄个树叶安尼因为安尼从苗栗一直到屏东到台东的原住民的安尼森林地部就有深的都沿，因为一种地方都不会受到干扰跟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像农药啦或者其他开垦这样的干扰，所以伊拢会变啊些地部安尼，我贴配那种农药呗。可是等于讲，日本的这以前也可能都听到我哋东北季风因为冷的关系，可是也听到东北季风的到南部过少冷的地方来避冬，但是因为我哋可能年味的开发，我哋咧农药的使用，所以其实在归来的路方可能会遇到嗰度困难。我都讲受到农药啦，可能都是的。可是等于那边我哋年味的开发已经会影响到我哋紫斑蝶的迁徙嘛？这样的意思吧？应该按你讲啦，就讲农业被一轮南部，伊其实伊拢在前山地区我们用台山线一条路来讲，台山线就介于平地同英港的中间咩前山地区它往南飞，按伊安尼比伊种爱停下来吃饭西花蜜，不过我们可以刚刚讲，也2-3年以来，我们前山地区的开发跟严重，尤其係啲农药喺那個度，伊安尼下來同規些路場一定會經過我們的工作人，所以充滿了很大的挑戰。不過我們要覺得很驕傲一點，就講今我們台灣有3個縣市已經通過除草劑的自治條例伊咧台北市、伊咧宜蘭縣，我們高雄市我們3個縣市已經通過，就講唔咩農用的地方種的噴除草劑，按個條件一通過，其實對於我們的農業的、用米的同我們的其他的小昆蟲來講，就是一大福音。可是看下來，其實伊個改減人噴農藥的行為，其實已經影響到我們生態改態的事情。就是下底下我哋賣嗰度農藥的事情。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金山先生同人講，我哋農業的開發對我哋農業的一個影響。我想問一下金山先生從頭來講嘅紫斑蝶，伊太陽可以分一道種我哋台灣的紫斑蝶就有5種，因為我哋紫斑蝶係低海拔的山區，不過我哋按多年的經濟開發建設，其實低海拔山區已經破壞得差不多了，所以在1970年代左右。我們的天空中紫斑蝶大紫斑已經滅亡了，所以今日台灣看到的紫斑蝶就算4種了唄。嗰種我哋4種可能喺我哋嘅苗林裡邊就可以看得到，係咪？係，錯，因為一種農業就過貼嘅咩，冬天咧就下落嚟南部避冬咩，所以我哋睇10月份開始去苗林就家家都有機會看到，一直到過年係。我哋咧瓜子過落去差唔多，我哋用入就會比專業北方嘅安尼。較重要的我哋喺苗林嘅，譬如我哋去苗林嘅時候，從途中我哋經常看到嘅土壤啊，佢葉嘅上面全部填滿了嗰種我哋嘅農藥嘅嗬。咁從安尼嘅情形，點解可能到下？也按當然個看唔到呢，因為我講咯，因為我哋有感覺講也按當然嘅冬天攏唔拉冷。那唔拉人咯，一種農業嘅就，伊迄唔人就比來比去伊個特別人嘅下就全部群聚在一個山谷裡面，所以我看那種景象，就會等寒流過後，寒流來過後嘅走生態，你去苗林嘅生態公園，你就有機會看到安尼。嗰種人意思就講，其實唔拉人嘅話，伊都唔會下來。嗰種，因為而家我哋咧真係是冬天啦，唔多像冬天嘅啦，因為我哋真
冬天有时候30人对上个南部的话，可是就变成讲伊等睇北部睇강이嗰邊唔拉人嘅話，伊哋都唔會下來，除非講有寒流，伊哋那可能我下來一些。咁像我哋苗栗嘅話，可能到我哋講安島嘅湖要用一俾伊哋情形吼，還看得到，因為苗栗咧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伊其實對於10公里以前如果這啲發展，用一俾咧觀賞嗰種宣傳安尼。按苗栗個地區就講，用一俾其實伊下來伊比安尼1000公尺嘅高空，按伊迄唔難啊吼，就係人工建方都看唔到。按伊寒流一來，伊都有1000公尺嘅人工建方，高啊500公尺嘅山谷地塊。所以其實苗栗因為以此體維護也自然的環境還做得還不錯，所以去苗栗攏看得到。像講伊就講啊，迄也唔能嚟講，用一筆就無簡單，講啊按下邊分開，按嘛有感覺，有條用一筆其實伊無簡單要鼓勵苗栗咯，因為唔能咩，伊都係嘉義以北、台中啊、新竹啊，嘛有看到零星分布還留在北方的值班點。從讓我哋咧，用因為其實已經同我哋咧苗栗嘅地方，已經來來去去應該幾多年嘅啦，吼。咁對於哋幾片嘅生活咯，譬如講我哋咧原住民啊，我哋咧平田人嘅生活，用因為對哋嘅生活有乜嘅結合嘅無乜嘅影響嘅地方？也可以回歸到莫拉克風災吼，我哋都第一講莫拉克風災嘅話，其實對我哋南部嘅原住民嘅部落造成很大的衝擊。就很巧的是。值班地嚟過冬嘅地方，攏我哋原住民的保留地地塊。其實慢慢的，大家因為剛剛講啊，剛我哋政府鼓勵我哋大家過來從事，譬如說觀光導覽、低碳旅遊，或是民宿業啦，或餐飲之類的。那很多年輕人也回鄉了。那茂林是很特別的地方，以前呢莫拉克風災以後，替咧起起來嘅部落，就因為有永亞貝。永亞貝嘛沒有放棄茂林，所以莫拉克今年的冬天啦，因為嗰條路攏團起嚟，變成無人地行，結果永亞貝貼喺度。那按間冬嘅又可以發現講啊，嗰度後生嘅過來，安尼原住民部落，其實慢慢的伊有感覺講啊，永亞貝來嘅，人出來嘅，人起來吼，錢就入來嘅。嗰種用一種更正面的生態嘅嗰種方法，來我哋去想嘅人，其實對生態有興趣嘅嗰種影響啦，因為其實我記得我晚些時節啦，我哋對我哋講用一個用法，其實係有另外一種用法，譬如講，入邊伊哋嚟做白途中，我哋見咩健身市場帶來，我哋呢算是也係遇到名嘅乜呀？蝶翅化，因為其實我哋看到個，也一啲蝴蝶呢，可是問題係，也一啲白地波，一度嘅用入邊都可以按嚟拼成一幅畫。你咪同你介紹講，其實也是差唔多係聽我哋台灣那馬克時節的一種競技嘅作品。安尼講吼，好，我哋觀眾朋友看到嘅蝴蝶畫吼，係我哋錄過嘅陳文龍陳老師嘅作品。因為在60年代、70年代吼，其實台灣我嗰時候他們都會用入邊，嗰獎嘅嗰貼片用入邊吼，就規則嘅帶出去做標本，按嗰普通嘅。就全部不那樣扭過來給它吼，一家全部就綁起來，就分門別類，用下顏色來區分。因為嗰段時間就冇按到一種嘅畫咩，一種弄從來來點麼，從故宮博物院的那個畫底塊，給它複製出來嘅，就用葉嘅顏色去疊，所以我哋頭擺嗰段時間呢，我哋台灣嘅埔里係咧蝴蝶加工的重鎮。可能南部呢就摕錄過，外國人的訂單一來摕埔里，來南部嘅就專門我哋錄過來，所以我哋錄過周邊包含美濃、旗山、三那，錄過苗林一條地方，從我媽媽人嘅時節，連有限嘅下就內容要被賣錢咯，佢係有啲職業很多職業捕蝶人嘛，其實全台灣超過2000人。專門做農業嘅農業嘅工作哦，佢下同台灣賺過多錢。嗰更加真係好彩講，我哋應該用觀光嘅方法，用生態觀光嘅方式嚟取代捕捉一個
我哋用药来做法，因为其实你看，一幅画里边真是几多用药的上命在这幅画上面，系啊，因为可能给每一个讲孔雀，吼，佢上面的每一个叶的，其实都系一张用药的咧，用药的一格，咁都有讲到，其实我哋其实就我哋的山药，好嘛，同我哋的用药的其实有关系。像我哋的原住民嘛，其实原住民同我哋的用药的应该嘛会亲密啊。希望我哋的原住民里边嘛有同我哋用药的相关的一种传说啦，某嘛故事啊。有，应该嚟讲啦，就讲，我哋南部原住民同人隔壁嘅吼，就苗栗咧同雾台卢凯族，哦，再加下一处我哋的排湾族，也两个原住民的部落哈，也在传统的文化里面，用药嘅有一定的位阶哦。好，我哋印象中的原住民讲头目，头啦，当我会插一句。雄鹰的羽毛，那个很棒的猎人，或是说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也会插百合花，按俺哋用药嘅吼，嘛有不一样的位置哦。因为讲，就讲西来嘅，就他们家嘅，因为特别是冇大哥大冇乜嘅弄，有乜嘅传递讯息就用走嘅人咧，讲西来啊吼，迄他们会走嘅啊，就会神方会比作有用药嘅赏福嘅图腾。喺西门人哦，喺嗰失望嘅，天衢里嗰失望做嘅，ลูกค้า料理家庭他们失望嘅啊，就可以做啊個有用藥嘅圖騰嘅衣服。喺嗰男士嘅婚姻搞啊，吼就做唔得。嗰時其實用藥嘅一種存在，吼也會存在，同我哋當以前嗰邊係咧嗰種原住民，你文化已經其實夾向下嘅。好，你變成講，因為原住民本身都會用嚟等次人嘅。食物啦、通物啦，去代表伊這個目標嘅身份，或者入邊重重的過動嘅融入嘅，嘛變成伊種文化地位一種身份嘅一種代表。係。咁講到身份嘅代表，其實好多唔少有講到講其實我哋美濃嘅嗰種黃蝶翠骨，我哋最有名嘅如黃蝶記。咁你係咪同人哋睇有說明下？要專門會有黃蝶記啊呢一類發通咯？一個發通吼，其實我感覺過驕傲，對我哋美濃人嚟講，因為一個發通係我哋美濃。采天，喜歡生態的人吼，伊出來，因為當時美濃嘅用藥服檢水庫咩，成檢水庫當然水庫檢唔嘅一回事，不過台灣真是就欠水嘅結果，所以有一部分人就感覺講檢水庫做得，不過我先睇美濃嘅用藥服吼，可能唔多適合。伊就講咩？講佢係咧全世界最有名嘅一種用藥嘅蛋黃蝶生發嘅地方。伊個用藥蝴蝶本身嘛有一隻條嘅，叫白色條。白色條係咧對一般人嚟講就喺啲南洋地區。伊哋喺咧清明節時節吼，就會來到台灣咧美濃嗰種地方避暑。9月份會帶人呀下台在避咗去南洋，所以一隻條嘅條全世界已經列入跟黑面琵鷺一樣的等級，就講要好好的保育。我哋美濃嘅黃蝶翠骨嘅地方呢，因為有按豐富嘅自然生態，又有按特別嘅調味，所以有一群人就剛剛講唔好再來檢水庫，就開始講剛剛嚟利用那個生態慶典的方式來告訴我哋全世界人講一個地方可以好好地保留下來本。用藥嘅係本條嘅係，所以慢慢咧就發展到近就以每一年都有啲主題，譬如說黃蝶的小旅行啦，或者是說食農教育啦，諸如此類的，它就是大概以蝴蝶為主軸，然後衍生出一些其他相關的自然生態的議題，這樣。那像很多人就講里山倡議，有冇？因為水庫冇建以後呢，我哋就開始。我哋咧營建署就講，剛才類美濃有個地方咧劃成一塊叫做國家自然公園，因為美濃嘅淺山地區哈就很豐富的生態，同我哋客家文化嘅成分嘛歸相關嘅，譬如講我哋愛收聽大家愛有收巴，收巴我哋阿伯就已經講吼，讀下啲神種嘅啦，喺冇讀下啲恐龍有冇，好來摘收巴咩，其實也就。歸自然的原來的生活的形態，譬如說中藥草，其實你講嗰度藥草，我哋都會拿來用，包括講我哋
种茶的做茶啊，譬如讲一些像瓜子嘛，过多安尼生发的事情，那种生发的情形，拢在我们浅山地区都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希望讲划设国家自然公园可以保留我们的原来的样貌，跟保存很简单的我们原来生活的方法呢。用一种立法方法来补充我们最单纯的生活啦。包括讲我们看到我们米龙山，可能去全部种奶嘛。其实头摆因为60年代、70年代做嘅係呢經濟作物，所以我插慢慢的做嘅。像研究冇用到做嘅，每做嘅就覺得林相很單調。你喺挖國家自然公園嚟講，你就慢慢的去改變林相。從頭擺應該有嘅設備全部去種轉去。就慢慢的改變。嗰是一個對生態保護為主題的運動，慢慢的改變了美濃人的生活。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喺金山先生同人講自辦廳同探訪啲冇同樣嘅地方。我想問下金山先生佢像我哋慢慢改好融入嘅話，我常常會睇我哋嘅山我看到有啲人拿嗰種苗嘅，有啲苗嘅有幾大哦，幾有苗嘅，有啲用嘅幾像我哋牛嘅苗嘅，啲苗嗰度融入嘅啦，用米嘅啦嗰度。咁我想問一下金山先生講，到底我哋係咪可以按嚟去扭？無論講人平常去扭，同我哋平常去扭有乜個摩擦啊？我今日都有帶我哋苗過來，你阿苗幾大呢？我哋苗呢？是一般嚟講，就講啊牙呢網子是很柔軟的，這個像絹絲一樣柔軟的絹網。那種苗呢就安尼唔會對安尼用一邊翅膀有冇安尼受到傷害，也就正確的捕蟲網啦安尼。像那個苗嘅咧孔就頭擺用網藤做嘅。頭擺研究人講剁網藤，佢種成安尼樣式，佢有插一啲足夠嘅就可以用入嚟。咁像人嘅志工啊，人哋都用入嚟用嚟做乜咯？應該就講其實我哋用入個貼片，而對來我哋唔啲，避開苗林，而起來嘛唔啲，所以我哋咧工作就講同用入嚟扭下來，就開始喺身後下施，一格行下施，比啲好麻啦。按個這樣被唔管比下來去，有志工也好，全國的民眾也好，看到誒就底下一個用一杯絲，係慢人某個時節摕來寫出來嘅，就底下講，也從用一杯原來喺台灣的東埔同西埔，攏有一條蝴蝶會通過的叫蝶道。另外講，一種有嘅用一杯也生命週期都帶可以一救嘅。我哋嘛，咱底下講一種鴨可以6張嘢左右，6到8張嘢。那嗰時唔講鴨一生能6張嘢。係。嗰時我哋看到同一種用鴨嘅機會多下。應該講冇可能啦，因為講用鴨6到8張嘢，而對北部來南部，過一個冬天以後再歸北部，其實也生命就結束嘅。所以雖然他家來苗林。希望講對美濃啦、山啦，我看到用鴨嘅比過去，其實一種有嘅用鴨嘅唔看到嘅攏也係退。等於講我哋每年看到嘅用鴨嘅其實係冇空雜，都是你哋上面個周圍嘅記號，其實那係肌肉鴨嘅形狀，可能喺萬人睇那邊看到伊最慢的樣嘅，你都提講係可能我哋世界，某個世界睇一片周圍嘅記號。某個時間俾你發現，但是可能6到8張嘢，一個用入嘅就冇嘅，就冇。就等於我哋海外看到嘅路入下一台新嘅用入嘅，在行同樣一條安尼嘅路。錯。所以我哋一多年就有我哋咧苗林就有派一種嘅法通，就講我哋大家嚟潛用入嘅，因為畢竟我哋志工人數唔拉敗其實像值班的一種用入嘅，對結社嘅。課本地方，各種嘅課本地方攏有講到一種用鴨杯，所以嗰度學校嘅老師會帶領學生嘅來苗林去用鴨杯，我哋就發展環境教育。另外呢，我哋透過這樣子的族群，
俺们去招募以学生以小朋友为单位的家庭志工出来，俺们马上教员认识用药呗，俺过会就提示好下师。比如讲，俺们义工本来那100个人呢，不过俺们只要个志工出来，扩展到全台湾。就嗰度學生啊，因為面容，希望做苗栗也三啦，雙學眼能可以後，伊過去也錄卡，伊會特別關心一種嘅值班點。嗰就等於講，伊過去嘅時節，嘛可以用翕相嘅方法，佢說要翕到一啲有上面有號碼嘅值班點，伊都叫佢送本人，把你相片送本人，你都提講，唔睇咱翕到嘅，當初係萬人牛到，睇咱牛到嘅，嚟做一啲比較，都提講。也蝴蝶都冇會在我這邊去，所以我們就對一種嘅志工呢，我們把它稱作公民科學志工，就講啊，也可以協助科學家，可以協助生態學家去收集更多值班點的知識，就是說它的那個飛行路徑啊之類的。好，那他可能不會去幫我們寫字，但是他可以做，他住在那個地方，也就去觀察以身邊的用藥唄。就同人哋翕相安尼，像安尼，我哋在上課時，人哋常常會講，咁我哋係咪即刻可以帶啲捕蟲網，我哋引流啲用入嘅歸屬，唔即個因為講安尼行為錯誤。我嘅看法就講啊，生意咧對蟲誒有興趣哈，就必引流啊。像講我哋要拿正確的捕蟲網給他，好讓他去觀察哈。譬如講，來給你帶一隻蟲來。個神奇的蟲有冇？係啊！一般人看那種蟲，就感覺講啊，我嚇死人咯，有冇？其實真正有冇蟲嘅吧啦，應該佢都應該講啊，係啊。係啊，按像那種蟲嘅，我哋就一隻蟲嘅拿出嚟，就同人介紹，其實伊係冇毒嘅，唔係命嘅，嘛唔會對你皮膚造成影響咯，唔會。其實唔係小個神奇的蟲啊，伊會變一隻用藥俾出來幫看咯，所以生意呢對屬蟲嘅開始也會觀察自然，去了解環境，其實對未來，我覺得是個很棒的一件事情。好，從那種蟲誒，最會提來呢，提安尼咧，我哋咧蛤蟆、雞咧、檸檬、柳丁、柚嘅松敗，一種刺猬其實一種用藥咪出來，其實我哋生發咧周遭嘛，嗰度用藥咪食得菜哦。你看安尼咧，玉蘭花有冇？我哋咧含笑花。那位嗰度用藥嘅回事，其實那位邊用藥嘅出來分款，我哋就利用一個機會，本生意嘅原因是用藥嘅，進而去愛護它這塊土地。嗰就等於講，其實你這個冇唔反對講一種過善意嘅一種捕捉，你至少可以在小嘅過程地步，你提供用藥嘅意識，對我哋咧養毛蟲，變成我哋咧用藥嘅中間話，變成一啲用。至少提供用藥嘅意識很用嘅一種方法，然後還有可能喺路上看到用藥嘅時，一路冇講伊啲比來比嘅東西，至少會提供以前可能係買嘅東西，冇如果伊過好嘅迄種設備係停啦。嗰種人家提嘅苗栗啊，跟我哋嗰種我哋說上課嘅話，我哋古天嘅課程提嘅上，我哋睇下人可以去報名參加咯。我哋苗栗發展觀光已經10多年來，攏一直受到大家的歡迎。好，所以我哋苗栗開始，雖然我哋係觀光單位，不過伊哋開始思考講啊，除了觀光以外，我哋可以用生態的角度來導入一些比較優質的客人，譬如說小學生啊，一些外國人啊，所以我哋開始發展環境教育，我哋建築兩套課程，第一咧帶大家可以用藥杯，我哋透過我哋專業講師的角度搞來。幫唔了解講啊，用藥嘅生發嘅環境係點樣嘅，我哋用嘅去保護伊。第二就講，我哋苗栗有個特別嘅環流曲流地形，我哋咧左口溪的水是貫穿茂林，那個左口溪的水來自大鬼湖，我哋就嗰度咧沖刷之後的地形非常漂亮，所以苗栗有龍頭山，有蛇頭山，有小萬里長城。所以也可以去看我哋苗栗，就剛剛講啊，茂林永遠都是碧海藍天啊，永遠都是蒼翠的森林，苗栗嘛很引以為傲的一點你一定會嚇一跳。時常問學生講，剛剛苗栗最特別的點來講他剛剛講，嗰度用藥杯啊，講唔錯，用藥杯來去攏有。苗栗最特別係咧，規個苗栗攏冇搶風燈。
所以一种环境就讲适合大自然，所以我哋苗栗就讲，有时间进来，因我哋咧贸管处的官网去申请环境教育，好，我就会派像我安定真的形容出来，等于可以用入来。可是，我们可以睇苗栗还没个指定讲啊，到金山先生来同我哋带领啊，他个人来讲啊，的苗栗的用入的事情。错，唔属于先科场嘅下就有咧讲师权，有点矮名嘅，安尼我就有钱可以数，对不对？我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讲，其实我哋唔单止苗栗啊，还有我哋咧黄蝶翠谷，其实我哋六桂。彩蝶谷，彩蝶谷，像要喺三个地方，本身係咪有联动咯？还是讲而家三个脱离嘅当地咯？以我哋以作用入邊來講其實以方圓5公里、10公里內，伊攏會走來走去。其實我哋面容六桂同苗栗攏夾別嘅，你像頭擺我哋咧蝴蝶界的大師陳維壽老師，伊就喺講咩？講面容迄種鹹水庫有冇？啲水庫的壩址147公尺，就以下的鐵道幕就被淹沒了。唔過因為已經延伸到後山區六桂的彩蝶谷，其實用入邊會走來走去，冇乜嘅相關。所以其實跟面容六桂同苗栗攏佢貼配的地方，用入邊攏佢多。因為我講咯，頭擺睇內容入邊買嘅時節其實唔該每日出口幾下千萬隻嘅用入邊用入邊攏限出嘛。70年代以後模擬內容入邊買嘅，唔過我用入邊攏減少。因為我哋開發，所以我哋政府就應該講剛剛以前一啲運動，進伐補償金一種錢出來，就本那個題主，森林莫去砍伐，那樣的環境是適合鳥類、蝴蝶，永遠都會在那邊，那我再去編進伐補償金給你，這是最好的方法。一個人的力量可能過小，但是我哋吸合過多，過小的力量就變成一個過大的力量。因為生態環境，希望大家人看來聽數。你幾感謝我哋金山，同人講按到融入嘅故事。好，謝謝小明，各位感謝我哋客家電視台嘅福喜來嘅所有嘅觀眾朋友們希望我哋也是播出以後呢，大家可以對我哋融入嘅投以關愛的眼神，而且大家一起來保護蝴蝶。謝謝。休息一下等一下聽下我哋先來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自我介紹，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並且導演屏東分會。另外一篇呢係蔡先生，一篇呢係潘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引體旋天，引體旋天呢係兩隻手卡放起來，應用呢同我哋呢微調放起來。今日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兩隻腳打開來，兩隻手壓放起來，壓到我哋呢耳弓邊，坐下去，我哋呢手卡拉下手入面放下去。同我哋坐等嚟咁樣坐下去，我哋呢胸前，觀眾朋友向左邊點，我哋畫眼前呢，到後背，頭那是把向後背，再點下來，向右邊點下來。點嘅時節，觀眾們，我哋係同我哋嘅雙手拿上來時節，同我哋嘅微調放起來。我哋唔會有微下水嘅感覺。觀眾朋友都要注意，我哋呢再向再變下來，我哋向右邊再點一下，點3圈。
将近表上来。再向左右偏。要记得，我哋下来嘅时节系头戏，上戏嘅时节系客戏。观众朋友啊，所讲嘅系引体玄天，给我同观众朋友做一个示范讲啊。我哋要注意哪只意，我哋数卡行来嘅时节都去遐，我哋镜头唔可以安尼哦，吼，叫要放个出镜头要往上，安尼我哋咧镜头个样啊，喺镜头表上来。我哋咧徛啦下嘛表上来，思维咪放下嘅，有个动作唱默嘅，唱我哋咧吊单杠，每一个人都有吊嘅单杠嘅时节，安尼要同我哋咧镜，我哋咧两骨放上表上吼，安尼我哋啲表上我哋咧镜头安尼，那唔係同我哋咧微吼，我唔爽快，我哋咧镜头表上来。伫個電嘅時節，我同觀眾朋友講，第一電嘅時節，我等頭那邊下來嘅時節，注意講啊，樹唔會安尼。有人一電嘅時節，我等頭那一天嘅下，樹都停頓嚟下來，無電我等咧耳光邊，都伫個安尼電，安尼呢同我等咧 V 一隻魔法圖往上去，我等一隻空間，我 V 我等咧人講也有個 V 一個幕，我等 V 幕就魔法圖表述。注意講啊，我等一團時團，我等啲撞嘅時節，注意我等咧腰骨，我等安尼電嘅時節，唔可以腰骨停頓嚟電咯。有人話安尼腰骨停頓嚟電，腰骨安尼停頓嚟電，數頭內要安尼數要表下來。安尼係講無按正確吼，所以我哋要注意嘅地方係講，我哋頭拿撞下來嘅時節，我哋電，我哋咧數下吼，一啲頭耳光邊。個要注意講啊，我哋咧腰嘅以下無痛，喺我哋咧胃嘅中心點都我哋咧有一團骨頭，我哋一隻，我哋想講啊，我也係唔想講我哋咧眼神係一個圓規，我哋咧眼神吼，也就係貼嚟嘅幾漸漸嘅，差別啲嚟行，我哋兩隻手棍係乜嘅樣？喺我哋咧眼邊，我哋咧睇胸前嘅骨頭，人講尖突嘅骨頭，表上嚟插下去過去，都係我哋咧嘅圓規嘅觸嘅，畫眼前咧嘅觸下去過後，我哋一隻都冇痛嘅，喺痛嘅嗱，喺痛嘅我哋咧松樹喺眼邊。眼邊我哋向左邊點，點咧都呀，我喺眼前咧點咧都呀，我停留下，我喺頭拿向東方，我喺樹棍麻木離開耳光邊，所以再向一隻耳點下來，點下來嘅時間，我哋咧徛啦下，唔可以停頓嚟轉，所以我在反方向在點嘅時間要講，我哋按你點嘅時間，唔好講安尼樣。唔好安尼停頓嚟點，要安尼扭向來，要安尼點。也安尼做嘛講唔好嚟睇一點，我哋微方嘅一個魔法圖表述，也魔法圖我哋如果要微下水濕爆嘅嗰項，如果唔爽快，尤其一個動作濕爆嘅都可以做，所以我哋一個微一隻嘢按要推，微唔好俾跌下來。那比上表上，我哋一個莫心情都會好，我哋一莫比表上，我哋咧微鋪嘅時候話都會幾好。做嘅時節，兩隻手拿起起來哈，拿起起來嘅時節呢，我哋坐下去，我哋表上，鏡頭要表上，鏡頭唔可以安尼樣，安尼我哋眼神會唔爽快吼，會縮下，我哋鏡頭表上來。第一，我哋對我哋胸前傾下來，傾下來過後呢，我哋向左邊點，點數點到內，我哋咧頭拿停到內，放起來，好，再向右邊，
再定出来。观众朋友讲刚刚有头戏咯，过简单吼。定上来的时间是吸气，吸的多呀。停留一下，下来的时间是吐气，那团气吐出来，定上来，等慢慢的吸气，吸的多呀。下来的时间是吐气，团气吐出来。讲观众朋友要注意一点，等树棍拿上来的时间，有人会安尼，等咧竖巴掌会向落背，等咧竖巴掌会上对，竖巴掌上对，所以等吊上来，等咧肩头再表上来，也要注意地方有人会安尼，竖巴掌无相对，向落背，安尼等咧肩路无法度去转动，所以也要注意地方。所以讲等做的时间，竖巴掌相对的时间，慢慢的表上来。等定的时间，更加向右边来定转来，吸气，慢慢的，不用动作越慢，也气头会放的个长。下来的时间呢，是吐气，也是慢慢的吐。可以讲要转移到看那个方面咯，以等观众朋友的眼神来接听。譬如讲，向左边定上下，右边有没可以定上下？观众朋友在定的时间要注意也卡那下有表上嘛。卡那下表上，腰骨表上。等咧腰的鱼，如果讲腰骨要表上，腰的鱼还有唔同就要要做咯。得慢慢的训练咧当等咧筋骨比元素，也系观众朋友也系讲引体旋天，观众朋友今日听到等连续动作来做观众朋友以下所介绍的是引体旋天，引体旋天呢对我哋呢胃骨有帮助我哋18番呢都可以作为动作，希望观众朋友好好来做，我哋下一次拿来了。